阿爸阿媽由細都教育我，做人一定係輸人唔輸陣嘅。今日3萬蚊一定要俾足 face 俾你，3萬蚊嘅品質樓盤，你朋友過到嚟都一定要有 face，3萬蚊首付睇樓。入到嚟心曠神怡嘅感覺，就算係地段配套，我都一定要俾足 face 俾你。5分鐘範圍內可以覆蓋太陽城、Coco City 以及富爺城廣場。咁返香港都非常之方便，落樓就有返香港嘅直通巴士站，去香港、太子、荃灣、深圳灣以及福田口岸都係一線可以直達得到嘅。咁呢邊嘅話呢，仲會有地鐵18號線以及深中通道嘅出入口，通勤都非常之方便啦。精裝交付送埋8萬8嘅家私家電大禮包，拎包入住冇煩惱。戶型選擇多元化，108至88方，南北對流高實用。88方南向3房，長陽台設計，採光無焦慮。108南北對流大4房，享受雙重遠景，朋友過嚟有 face，3萬上車無壓力。咁最後同大家做一個總結，呢邊嘅小區嘅園林品質咧，確實係好高嘅，做嘅係一個善意園林嘅園林設計，小區綠化都非常之靚，並且咧佢呢度嘅戶型設計咧都非常之唔錯，87方可以做到南北對流3房2廳2衛啦，同埋88方長陽台嘅南向3房，同埋108方南北對流奢華享受型嘅4房，咁呢個戶型你中唔中意啊？喺地段配套嚟講，呢邊係屬於東區同埋火炬嘅交匯處，可以5分鐘享受到2個誠心嘅核心地段配套，包括我哋嘅富爺城廣場 Coco City 同埋太陽城商圈啦，呢邊都係5分鐘可以直線到達嘅。咁呢邊嘅書包呢，就係第2中學同埋第6小學啦。好啦，對呢邊有興趣嘅，想攞呢個樓盤嘅詳細資料以及分析呢個樓盤嘅優劣勢，喺評論區留言3個6，我將詳細資料 send 俾你。